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布拉，布拉有注意报告。Cuma ku kirimu aja kamu ku ripata gidanga. Susah kali azwa YouTube. Sa ikan jaza kamu ku. Bulayo. 大包小包的要做什么？哦，用三个当火锅。喂，煮火锅那么好。对，阿妈的说爸爸你去打火锅啊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要先那个转场。啊，阿妈转场。就是你要跳一下，3、2、1，你等我一下，后贴点。好，3、2、1。干娘啊！这位嘛不一样，马上就要过年喽，面对长辈强烈的关心，你招架得了吗？就说刚刚我们邀请了伊娜里人的满，来跟我们分享，来介绍自己。好，dapat mau pula tiangkan di teman-teman sinsiangkan patulu tulu, dah kita cari sana ni tai hukum. Stimulakan.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道年菜。Azanu 过年，当然跟他跟啥的吃啊。会煮鱼。对，kata 火锅。哦。所以今天请你难吃火怪锅。马萨鲁哟，伊娜。猪在这里啊，那不是装跟带大的猪哦。好，喂，那个烧完你会不会吃错？不会。那因为快要过年了嘛，像我们这种在异乡打拼的游子，一定会回家过年。回家过年要怎么说？哦，回家过年是马乌马啊，不扎vin是马乌马啊，不扎vin对，是马乌马是回家，不扎vin就是过年。那你也知道，过年回去的时候，那个好久没有看到的长辈都会有一点白目。很会问问题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找伊娜来跟我们练习，面对过年的时候这些长辈强烈的关心啊、抛问啊，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回答得很漂亮？第一题啊，那么说生安督促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工作对，所以生安。做什么工作？生安。跟我们不一样呢。我们会说嘎拉古达。你们讲嘎拉古达。南台湾的朋友嘎拉古达。他们那是 very 生安，就是工作。所以如果我要回答说我在台北上班，我就可以说生安。马生安跟你台北。马生安跟以台北。这个时候的马生它是重叠，就是指说你在台北一直在工作中。第二题，平常啊，说看到督促就是指说，你现在的收入怎么样啊？所以阿导是指太阳啊，对，或是今天，就抓阿导，或者就抓阿导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阿导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比如说不听话的时候跌倒了哈，他就会讲说，麻烦拿出阿导，看看你的成果是什么。那我们要怎么回答比较好？你就说。你不可以，那干嘛的话？呼吁那个年轻人，台湾族是很讲究礼貌的，对，所以你说你这种话呢，不行。如果是长辈问你的话，那我们要怎么回答比较漂亮？把真正啊，古是这高，嘎达古是外达努门，够养你们，够给你们，跟养我自己。漂亮，可以，这样可以这样。如果他们听到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对。但如果啊，你就是真的遇到了一些白目的、很爱炫耀的那种平辈哦，要平辈才可以哦，表兄弟姐妹那种，你才可以跟他说那样子。第三题，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要啊不是就是这样，我还在选。ini kata nama tazwa ibu jurubu啊等指人的话，你要用 jurubu。你指东西很多，你采用理咬。最后呢，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：过年、不差别、工作、马生薪水不是成果，阿导很多，结婚不吃梗。今天呢，很谢谢伊娜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漂亮的回答长辈这些问题。不管大家学到多少呢，我们先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，加油！
巴干了吧，讲那么。今天我们要送礼，因为快要过年了嘛，希望大家都开心，讨个喜气这样子。要怎么样可以得到奖品呢？前3名原住民的朋友，不管你是哪一族，以及非原住民的朋友2名，说出一句祝福的话、吉祥话就可以了。所以用族语哦，比如说我们示范一下。换我，谢谢伊娜这次陪我们这样拍摄，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。那你就一定要很健康。我家孙的那打理法。好，你可以传语音讯息，或是传一个影片，传到 FB 或是 Instagram， 就可以获得这次的礼物哦。你将来生都做广告，你可以怎么做？巴嘎林吉姆呢？阿凡。